中国的专家和外国的专家有什么不同？外国的专家研究怎么样对付中国，怎么样遏制中国的发展，研究高科技，惠及本国人民。然而中国的专家在研究怎么样对付老百姓，怎么样把老百姓的钱合情合理合法的掏干净。30多年前，中国有不到10亿人口，嫌人多，计划生育，不让你生，引流产、结扎和罚款，甚至于株连牵你的生物，扒你的房。现在中国有14亿人口，却嫌少，让你随便生，鼓励你生，不结婚也可以生，小3小4也可以生，甚至于连大学生都可以生。这不是中国的领土变大了，而是房子盖多了，没人买了，卖不出去了，让以后的孩子成为接盘侠。中国的专家和资本家联手要卖房子，把学校、医院等资源转移到城市，然后迫使你进城买房，不买房，你的孩子就不能进公办学校。为了卖鸡精打压味精，说味精吃了会致癌，还会掉头发，结果发现味精是粮食做的，99%的成分是谷氨酸钠，而鸡精配料表里面第一项就是味精，其他全部是害人的化学垃圾。说猪油吃多了会致癌得三高，结果是为了卖色拉油和调和油。打压中医不是为了老百姓着想，而是怕中医抢了西医的饭碗。农村不让焚烧秸秆，而是让你多买化肥和农药，不让农民烧柴火做饭，是为了卖液化气。不让电动车上路，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全着想，而是想着让你买车，为保险公司和加油站做贡献，增加收入。让老百姓交合作医疗，也不是让你少花钱，而是惦记你兜里的钱。什么叫医保？就是本来1块钱的一个馒头卖给你5块钱，然后再给你退3块钱，最后发现1块钱的馒头让你掏了2块钱，你还误认为卖馒头的心真好，还退给了自己3块钱，对人家还感恩戴德。大家发现了没有？我国第一个提出一夫一妻制的人是康有为，就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，他自己却娶了6个老婆。第一个提出计划生育的人叫马应初，而他自己2个老婆生了8个孩子。所以制定规矩的人最不守规矩，规矩是奴役压榨老百姓的工具，让你按照规矩老老实实的掏钱。实行货账不是为了节约土地，而是让你多交一笔钱。所以中国老百姓对专家从失望到绝望。调侃专家是专门坑害人家的叫专家。如果谁能研究出让中国老百姓都富起来，那才是真正的专家。朋友们，你说对吗？